你以為有攝影機就代表場地發生咩事都可以即刻知道？其實傳統閉路電視主要只係負責拍攝、儲存同記錄畫面。真係有事件發生，往往都要等前線人員收到通知，再逐個時段、逐個鏡頭翻查。問題係等到你揾到相關片段，件事可能一早已經發生完。而一般動態偵測亦只係判斷畫面有冇變化。樹影喐動、雨水、燈光轉變，甚至有昆蟲飛過鏡頭，都可能觸發提示。警報多得滯，前線人員自然難以分辨邊一個先真正需要處理。但係 AI 視頻分析系統唔同喎，佢唔單止睇到畫面有變化，而係可以判斷畫面入面究竟發生緊咩事。系統可以識別人物、車輛、越界、長時間逗留，甚至跌倒、人群聚集等指定情況。一發現異常事件，就可以即時建立記錄，並將提示推送俾相關人員，唔使再等投訴先知，亦唔使由幾十個鐘頭嘅錄影入面慢慢揾。傳統閉路電視回答嘅係之前發生過咩事 ，AI 視頻分析系統回答嘅係而家正在發生咩事，由被動翻查變成主動判讀，將每日產生嘅畫面轉化成真正可以即時行動嘅資訊。呢個就係 CPoint 嘅視頻分析系統。想了解點樣為商場、學校或者物業配置合適方案，歡迎聯絡 CPoint預約參觀香港展示中心。